头德山国际地道节5月24日，要伫指南宫的第一停车场盛大来举办，有超过60大地类相关的单位，阁有地米相关的小旅行。3、2、1，请起到！2025年德山国际地道节正式开始，参加民众唔乃当了解德山在地地文化，过当食到特色美食，欣赏美景，感受德山的魅力。竹山是一个茶重要的一个产区，整个南投县占整个全国40%的一个茶茶。我们希望说春茶采收之余，能够在指南宫这边展现我们的一个春茶的一个迹象。要2条地乡的深度游览，会使注文，亲身行入山内地园，感受地乡的风景。让我们的照顾我们的茶农，让我们的茶这个产业能够振兴国际哈。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节庆的活动，我们希望把它延续下去。德山国际地道节为5月24日开始，一直到6月初1，逐天拢有精彩活动，欢迎乡亲去德山啉好茶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